嚟緊年初一晚喺尖沙咀參與巡遊嘅花車會較往年少，但會加入一啲新嘅設計。年初一嘅花車巡遊主題係開年、開運、開心，係旅發局慶賀回歸20週年嘅重點項目。今年嘅花車由本港、內地同埋澳門嘅機構贊助，代表旅發局嘅花車就用上22萬塊積木，上面有20個代表香港各行各業嘅玩具。旅發局話，今年嘅花車同埋表演隊伍數目都有調整。同往年比較咧，今年係少咗啲花車嘅。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香港藝術館咧，其實佢出邊有工程啊。咁喺我哋個活動嘅場地咧，我哋擺放花車嘅位置咧就少咗，咁變咗我哋唔可以容納到咁多花車。咁而今年咧就得10架花車嘅。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呢方面有一個不足嘅地方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喺表演團隊方面咧，我哋加強咗嘅。今年咧就有13隊海外嘅表演團隊啦，亦都有另外13支本地嘅表演團隊嘅。咁呢兩方面咧就比往年係多咗嘅。花車巡遊會喺28號晚上8點舉行，歷時約2個鐘頭。旅發局預料今年會吸引15萬本地同埋外來遊客到場觀賞。香港電台記者葉耀坤報導。